期六問責。政府同立法會咧都會有一個協同嘅機制，去一齊收集市民嘅意見啦。咁啊，亦都會做一啲嘅研究嘅。咁啊，早前局方亦都講到咧，會就6個範疇咧作專題諮詢，包括啦金融貿易啊、創科、土地房屋等等啦。咁啊，講下啦，喺立法會其實嗰個運作會係點樣樣啦？你哋會加入邊一啲嘅工作小組？嚟緊會同乜嘢業界人士見面啦？就住邊一啲嘅範疇去表達你哋嘅意見啦？今次15規劃裏邊呢，其實金融嘅篇幅呢係相當廣泛嘅，亦都可以話呢有機會充分鞏固同埋發揮我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功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咁你話頭先第日工作點樣做？當然啦，我哋一定要同政府呢係互相合作，大家要傾嘅。不過初步我自己諗，我哋一定要做廣泛嘅諮詢，因為而家呢規劃出咗嚟啦。特區政府咧，行政長官都好好，可以話係咧破天荒第一次咧係會製作香港第一份嘅5年計劃。但係好多時候咧，具體嘅項目，我個人認為咧，智慧在民間，就係要喺呢個行業裏邊，譬如銀行金融服務機構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等啦嚇。佢哋咧先至會俾到好多寶貴嘅意見我哋。有啲意見就認為咧，嗱，今年年底先完成呢個首年嘅規劃，都少咗1年咯。咁樣同埋睇翻我哋本屆政府到預期出年2027年6月就完結㗎啦。咁下屆政府又點樣將5年規劃嘅內容承接落去咧？個落實嗰個程度同埋延續性嘅問題。整個5年計劃佢有一個格式嘅，有一個係取態。有一個係安排，譬如話佢堅持頂層設計啊嘛，同埋民計於民嘅一體化啊嘛，咁咪社會參與、全民參與、企業參與，咁其實嗰個5年計劃不單單係政府嘅計劃，係整個香港人共同做出嚟嘅計劃啊嘛。如果香港人一齊做出嚟嘅計劃，大家都同意咗啦，喺立法會通過咗啦，咁其實佢嗰個效力係全民嘅投票得出嚟㗎嘛。咁我覺得咧，無論邊個係即係嗰個邊個係做日後嗰個係政府嘅職位，其實佢都係按整個社會嘅發展需要嘛。我講緊係成個社會嘅發展需要嘛，唔係政府嘅需要嘛。咁我覺得咧，我都係一樣嘅睇法啦。呢個計劃做好咗之後，經過咗我頭先講啦，政府做一個先導，市民、企業、各界亦都俾咗意見然之後匯合咗大家都覺得接受到啦，喺立法會通過咗啦。咁呢個就係香港人嘅一個5年計劃。我哋又睇下鄰近地區嘅做法啦。其實澳門呢，早喺2016年，即係10年前就開始制定佢哋嘅5年嘅規劃啦。咁當中佢哋咧會列出一啲比較具體嘅民生經濟指標。舉個例子，每1000名嘅人口啦，對應有幾多個醫生嘅比例等等。其實呢啲做法值唔值得香港去仿效呢？有冇需要？譬如香港先定一啲我哋希望達到嘅長遠目標，然後喺呢個目標之下列出一啲指標、一啲 KPI，我哋需要達到先至檢視到5年以嚟我哋嘅成效係點樣樣？其實我哋國家嘅15規劃啦，你睇翻其實有18個篇章嘅。咁其實第18章即係最後嗰章咧，佢都提到裏邊定一啲指標同埋部門協同咧，同埋係要中間要檢查檢驗嘅，即係唔係話我定咗出嚟咁到時先再5年之後先睇啦。其實中間都要睇。咁變咗頭先提到譬如鄰近地區做嘅方法都係可以參考，亦都係我哋內地主要睇翻我哋國家嘅標準。能否邊啲指標適合嘅，我哋放落去。其實我哋嘅15規劃裏邊咧，都有啲指標咧係佢唔會係寫死嘅，因為始終有啲數字你係估算噶嘛。但係有啲可能係可以計數嘅，譬如我哋嘅國家呢份話，平均人口壽命要80歲，即係就79點幾去到80。譬如話數字經濟核心技術，我記得嗰時喺14、5規劃係要佔我哋總 GDP 7.8，要喺14、5嘅末期咧去到10%，點知超咗標，去到10.5。嚟緊咧就話我哋15咧要去到12.5嘅，即係證明可以呢啲數字咧就會帶動翻國家去發展佢想發展嘅行業，譬如就係數字中國呢樣嘢就係推動緊呢個向前發展。